美聯儲9月咧好大機會會降息喎。美聯儲降息到底同我哋有咩關係呢？對我哋又有咩影響呢？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析下。先講下背景啦。最近美國嘅經濟數據咧有啲唔樂觀喎，通脹咧又控制得唔好喎。好多華爾街嘅分析師咧都喺度預測啊，美聯儲咧好大機會喺9月16、17號度咧宣布降息嘅，可能咧就會降25個基點啦。消息仲有話未來3到6個月咧仲可能有更加多嘅降息動作喎。呢個消息咧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有咩影響呢？首先啦，對投資理財方面嘅朋友咧就影響就好大啦。如果你有投資美股或者港股嘅話咧，美聯儲降息嘅話咧，一般係會利好股市嘅，因為降息咧可以令到企業嘅融資成本降低，盈利咧就有可能增加，股價咧就有可能上升。好似港股嘅房地產啊、金融啊、醫藥啊呢一啲咧，對利率比較敏感嘅行業咧，可能受益咧仲會更多添。另外啦，黃金嘅價格咧通常都係美元利率咧成反比嘅。美聯儲降息嘅話咧，美元利率下降，黃金嘅價格咧就有機會再升，所以對投資黃金嘅朋友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消息嚟㗎。再講下匯率方面啦，美聯儲降息，美元通常就會走弱，人民幣咧相對上就會上升。如果你最近有出國旅遊啊、留學計劃啊或者海外消費嘅打算咧，咁就好着數啦，因為同樣嘅人民幣咧可以換到更加多嘅外幣，消費成本咧就降低咗啦。但係如果你持有美元資產嘅話，或者做緊外貿生意收緊美元咧，就要小心啦，因為美元貶值咧可以會令到你嘅資產縮水或者個利潤減少㗎。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嘅消費者，美聯儲嘅減息咧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國內嘅利率㗎喎。如果國內嘅利率跟隨著下降嘅話，貸款買樓啦、買車咧嘅利息支出咧就會減低咗啦，減輕咗還款嘅壓力。同時，銀行存款利率咧可能唔高，靠存款收利息嘅朋友咧收入就會減少咗啦。最後講下對就業市場嘅影響啦。美聯儲降息咧一般係為咗刺激經濟嘅。如果美國經濟因為降息而復甦嘅話，對全球嘅經濟咧都有個正面嘅作用嘅喎。我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嘅經濟最重要嘅一部分，出口嘅企業咧當然會受惠啦，訂單又會增加，從而咧就帶動就業，對打工仔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喎。美聯儲9月降息嘅可能性咧，其實都幾高㗎。無論你係投資者、消費者定係打工仔，都要密切留意住呢個消息啊，提前做好準備，把握機會，避開風險。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咩睇法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聽啊！我係香港比利 Billy， 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加多時事財經嘅資訊。